大家好。咁今日咧，木 Sir 咧又打算同大家講下關於中國嘅近代史。咁咧，我哋之前咧都曾經講過好多場喺清朝當時發生嘅戰爭啦，包括咗鴉片戰爭啦、英法聯軍之役啦、英法聯軍之役啦，講唔到嘅呢個。跟住咧，仲有甲午戰爭啦，係啦，仲有八國聯軍啦。點解變咗分？聯軍。好啦，咁不過咧，其實咧喺呢一個甲午戰爭同埋喺八國聯軍之役中間咧，其實咧都仲有一場咧並冇。不過咧，甲午戰爭同埋八國聯軍之間咧，都仲有一場咧並非戰爭，但係咧又令到整個中國咧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嘅一段時間。雖然咧即係短短2年，但係將整個中國咧變成咗列強劃分嘅勢力範圍。咁我哋今日咧就講下呢一段嘅故事啦。咁呢段故事咧就要從甲午戰爭開始講起。咁大家都知道啦，甲午戰敗咧係邊個去簽呢個條約嘅？李鴻章。係啦，冇錯，即係我哋晚清嘅簽約小能手李鴻章。咁佢去到日本嘅馬關咧簽條約嘅時間咧，就中途咧亦都係發生咗一個槍擊案啦，咁令到佢嘅賠款咧最終同日本咧就減少咗1億兩。但係咧喺呢個馬關條約當中咧，就講到一個好重點嘅地方，就係要割讓遼東半島以及係台灣以及係澎湖列島。咁遼東半島咧其實即係而家嘅咩省啊？遼寧。係啦，冇錯。咁喺遼寧省咧，其實就係我哋中國嘅東北三省嘅位置。咁呢個地方咧，日本一旦攞咗咧，邊一個國家最首先會不滿咧？就係黐住我哋東北三省上邊嘅俄國。係啦，俄國又會出聲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喺當時李鴻章嘅局面咧，喺整個晚清時期咧，即係外交咧，我哋都有句名句叫做弱國無外交，而國與國之間嘅關係咧，都離唔開咧係單純嘅利益，咁啊唔係同你講人情味嘅。咁所以呢個時間咧，既然觸碰到俄國嘅核心利益啦，咁呢個時候咧，俄國就出手啦。咁其實咧喺呢個甲午戰爭發生之前咧，西洋各國咧都好想嚟到遠東地區度發展。咁啊遠東即係講緊我哋中國啦、日本啦呢啲地方啦。咁但係咧喺甲午之前咧，佢哋都冇積極推動。個原因係咩咧？一方面咧，當時嘅殖民主義咧最主要瓜分嘅地方喺邊度？非洲。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而家都睇到非洲嘅地圖咧，都可以顯示出當年嘅好多嘅端倪。例如咧，非洲嘅國界線咧，好多時都係直線嚟嘅。個原因就係佢哋當時嘅談判咧，就係傾出嚟嘅。咁所以條線係好直嘅，唔係好似我哋其他國家之間嘅邊界線咧，可能係沿住一啲山脈啊，或者係其他嘅原因。咁另一方面咧，亦都因為西洋各國之間咧，亦都係互相牽制啦。咁所以佢不相上下之下咧，就大家都舉棋不動。不過咧，甲午戰爭咧就可以話係打破咗呢一切嘅沉默。咁因為咧喺遠東地區咧，其實一直以嚟咧都有2個國家，咁就係中國同埋日本。咁啊兩國咧喺甲午戰爭之前咧，都係進行緊一個向西方學習嘅運動。咁我哋咧就係洋務運動。咁而日本咧就係明治維新。係啦，冇錯。咁明治維新同洋務運動咧都係向西方學習啦。所以其實當時西方各國咧都喺度觀望緊呢2個國家啊，因為佢哋2個勢力咧旗鼓相當嘅喺呢一個學習當中。咁所以咧喺戰爭發生嘅時間咧，西洋各國嘅態度咧就係希望邊一個打輸咗啊，佢越輸咧佢就越需要西洋嘅援助，咁佢哋先至嚟到出手。咁時間咧就翻去頭先我哋所講嘅嗰一點啦。喺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咧，邊個國家就走出嚟咧？就係沙俄走出嚟啦。咁所以咧歷史上咧呢個俄國咧就即刻咧就發動咗德國同埋法國聯合一齊咧。佢一齊咧發表個聲明，咁啊要求咧呢個日本咧歸還呢一個遼東半島，咁呢個咧就叫做歷史上叫做三國干涉還遼。咁主要嘅主動者係邊個咧？當然頭先講過啦，就係俄國啦。咁而德國同法國咧兩方面咧都係主要負責附和嘅。咁嗰陣時其實俄國喺度忙緊啲咩咧？俄國咧喺度忙緊起鐵路，咁佢咧就起緊呢個西伯利亞鐵路。不過咧嗰陣時俄國嘅財政部部長咧呢個威特咧，去到呢個東北嘅時候咧，就發現呢個西伯利亞鐵路咧，如果要跨過中國嘅東北三省，然後先可以去到佢哋喺1860年攞到嘅海參崴咧，要兜個大圈。咁最簡單嘅辦法係乜嘢咧？穿過東北三省。係啦，冇錯。
咁但係嗰個位置咧始終都係偏北，所以佢好想咧喺遠東地區咧攞到一個咧既係北凍港，而且咧嘅位置咧相對嚟講比較近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咧就屬於遼東半島入邊嘅兩個海港城市，一個就係大連，係啦，另一個就係旅順。咁所以咧當時俄國諗，如果佢能夠促成呢件事咧，佢唔單止攞到旅順、大連兩個海港啦。同一時間咧，亦都令到佢嘅西伯利亞鐵路咧穿過呢個東北三省，直接咧可以去到呢啲地方。咁而另一方面，咁點解法國同德國又會附和咧？咁啊，其實法國咧佢最主要個目標咧就係希望同俄國交個朋友。咁法國咧其實好希望咧另一方面咧，佢都係想嚟到遠東發展，因為嗰陣時候咧，其實法國都已經喺我哋中國嘅附近咧有佢嘅殖民統治嘅地方，就係越南。係啦，冇錯。咁所以其實佢都好想嚟到遠東發展，咁所以咧就搭一趟便車。咁而德國咧，佢嘅目標咧就係一方面希望俄國咧去聯繫佢哋，咁啊令到佢哋成為咗朋友啦。另一方面咧，亦都希望咧，如果俄國咧能夠專心去遠東發展咧，咁自然就唔會參與歐洲事務，咁佢哋就可以喺歐洲大展拳腳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呢個三國干涉還遼咧，其實係各懷鬼胎。咁但係當然啦，當佢哋頒布咗呢個聲明之後咧，對於中國嚟講，我哋嘅態度係咩咧？你覺得李鴻章嘅態度係咩咧？贊成。唔係贊成啊，係簡直感激流涕啊！因為佢覺得哇，終於有人雪中送炭啦！因為喺甲午戰爭發生之前咧，其實李鴻章咧揾咗好多西方國家咧，希望從中斡旋同日本嘅關係，希望唔好打仗。因為當時咧，即係慈禧啦同埋光緒兩個咧，一個係主戰，一個主和咧。咁李鴻章企喺中間咧，都唔知如何是好，所以佢好想嘗試斡旋解決呢個問題。但係西方國家咧就全部都係隔岸觀火。因為佢好希望咧，你打完之後咧，一方面知道你邊個勁啲，邊個渣啲；另一方面咧，就算係你勁啲嗰個打贏咧，都一定會兩敗俱傷。咁佢哋正好咧就係嚟到參與遠東事務。咁所以當時咧呢個三國干涉還遼入邊咧就冠冕堂皇嘅原因就講到咧，如果日本咧割佔呢個遼東半島咧，就太近中國嘅首都啦，有影響中國嘅呢個即係首都安全啦，同時亦都令到咧呢個所謂朝鮮半島嘅獨立咧有名無實。咁呢啲冠冕堂皇嘅原因寫完出嚟咧，當然我哋係更加支持啦咁樣。咁所以最後咧就喺呢個條款當中咧就加咗中國要俾多3000萬兩日本咧，就贖回呢一個遼東半島。呢一件事件咧，而家我哋睇咧就當然覺得話咁傻仔嘅，好似本身嗰個地方就係我哋嘅，點解要俾多3000萬兩咧？但當時中國嘅睇法咧就並唔係咁，因為遼東半島咧遠遠不止於3000萬兩咁少，咁所以咧佢中國當時咧即係尤其係李鴻章為首啦，佢哋都覺得咧呢筆買賣咧係非常之值得嘅，用多3000萬兩咧就可以贖翻。不過嗰陣時嘅中國咧其實已經冇乜錢㗎啦。因為去到呢個時間，我哋整個馬關條約加埋呢一個賠款咧，係一共要俾2億3000萬兩。咁你話點算咧？問人借錢咯。係啦，咁所以當時咧呢個俄國嘅財政部部長咧就一口答應咗清朝，就話咧佢會幫手從法國同埋德國嘅銀行當中咧幫我哋借。當時呢個俄國嘅財政部部長咧，呢個威特咧就一口答應咗咧，就會幫我哋咧從法國同埋俄國嘅銀行咧一次過咧借1萬萬兩，即係1億兩，年息幾多厘咧？3厘。咁啊冇咁低，4厘都算好低㗎啦。以呢個時間嚟講咧，即係咁大筆錢，亦都有咁低嘅利息咧，李鴻章就覺得哇呢個真正嘅朋友啊！咁所以既然係真正朋友咧，喺光緒22年咧，即係1896年，亦都係我哋今次所講嘅列強劃分勢力範圍嘅開始嘅嗰年，發生咩事咧？呢個沙俄嘅尼古拉二世咧就加冕典禮。咁啊，既然係我哋嘅朋友加冕，咁一定係要揾呢啲重要嘅大員去出席佢嘅活動啦。即係而家我哋揾外長啦，當時係邊個最重要嘅大員咧？又係嗰個李鴻章。係啦，冇錯啦。李鴻章咧就擔任清朝嘅慶賀加冕大使，遠赴呢個沙俄帝國咧就出席呢一次嘅典禮。咁所以呢位咧，我哋被稱之為東方嘅卑斯麥咧，就去到呢個俄國啦。咁啊，並且咧，其實佢成個旅程咧，唔止去俄國嘅，仲去咗歐洲好多國家嘅。咁首先我哋講俄國呢部分先。咁去到俄國咧，當時呢一個嘅尼古拉二世咧，就同李鴻章咧就解釋。首先第一句講咩咧？即係要換位思考。喺呢個時代，中國最驚係邊個國家？日本。係啦，咁啊，首先咧就陳述日本嘅可怕同埋呢一個嘅黑暗。咁然之後咧，當然咧就陳述佢哋其實自己都好想幫手嘅，不過咧
事實上咧就路途太遠。當佢哋未嚟到嘅時間咧，中日甲午戰爭咧已經打完啦。因為中日甲午戰爭咧係1894年打到1895年，95年就已經簽約啦。即係其實係一段好短嘅時間。咁所以咧，俄國就話：我都好想幫你，不過咧就係心有餘而力不足。咁所以如果中國希望得到俄國嘅援助，俄國就要有啲嘢。咁你覺得要啲咩咧？佢派兵過嚟，咁有啲咩可以幫助我派兵過嚟咧？要起鐵路。係啦，冇錯。所以咧，當時俄國咧就建議咧，中國要起一段鐵路咧，係橫跨東北三省，咁啊駁住呢一個俄國嘅西伯利亞鐵路，咁啊方便咧俄國咧，如果要派兵過嚟都可以幫手嚟到呢度。咁但係你知道當時中國啦，人力不足，物力亦都不足。如果要靠中國自己本身咧去修建呢條東三省嘅鐵路咧，都唔知修到何年何月嘅。咁所以咧，俄國咧就願意去幫呢一把。咁而且咧講完呢度喎，跟住佢就話：如果你唔肯即係俾俄國幫手起呢條鐵路咧，咁俄國日後咧都好難援助你中國啦。咁講到呢度，即係又說之，即係首先咧又動之以情，繼而咧又說之以理，所以最後咧李鴻章就唯有應承啦。係啦，冇錯。咁所以正因為呢個原因咧，李鴻章咧就應承咗呢一件事，並且咧可以話係簽訂咗。令到佢一生或者令到整個中國都係影響非常巨大嘅一條約，就係中俄密約。咁呢個密約入邊講啲咩呢？咁呢個密約當然頭先講咗啦，包括咗係俄國會喺中國東北咧就開起鐵路啦，咁啊開礦山啦，並且咧俾咗兩個主要港口佢，就係旅順同埋大連。咁而且另一方面咧，站在當時整個國際局勢嚟睇咧，其實日本啱啱打贏咗中國。喺呢個時間咧，日本其實並冇企圖咧短期之內咧再次入侵中國嘅，反而其實日本係好想聯絡中國，因為只要中國唔好俾西方國家入侵咧，其實日本依然可以睇住呢塊大餅。咁不過好可惜，當時咧李鴻章咧已經簽訂咗呢一條密約。咁呢條密約咧可以話一方面咧就引發我哋今集要講嘅列強劃分勢力範圍啦，亦都引發到後來嘅日俄戰爭啦、21條啦、918啦等等嘅事件咧，都係源自於中俄密約後邊引申而嚟嘅蝴蝶效應。咁李鴻章咧去完俄國之後，佢再去邊度咧？佢並冇即刻翻中國嘅。咁既然都去得歐洲啦，咁所以咧佢就去埋德國啦、法國啦、比利時啦，然後再去埋英國同埋美國添。咁而佢喺路過德國嘅時候咧，其實去到柏林咧，德國咧亦都有問過佢咧可以去索取呢個遼東嘅報酬。咁啊，但係咧呢個李鴻章咧並冇答應嘅。咁後來咧德國公使咧喺北京咧亦都有再次試探，不過咧即係清朝咧亦都冇答應到呢件事。咁但係好可惜，去到1897年咧，即係光緒23年嘅時候咧，山東咧呢個曹州咧有兩個德國嘅傳教士被殺，所以德國咧借住呢個機會咧就派兵咧佔領呢個青島，要求租借膠州灣啦，以及係青島，並且咧得到喺山東地區嘅開礦啦同埋修鐵路嘅權利。咁呢件事件咧去到1898年咧，即係光緒24年咧，咁啊清朝咧就答應咗啦。咁所以山東咧就成為咗呢一個嘅德國嘅勢力範圍。咁我哋之前都曾經有一集咧講過呢個青島啤酒，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睇翻嗰一集。咁所以呢個時間咧，去到呢度咧，其實當時咧就有幅漫畫畫出嚟嘅。咁嗰幅漫畫咧就係畫咗中間有個披薩，個披薩上面寫住 CHINE。咁有啲人話以為係咪寫錯？唔係，嗰個咧其實係法文嚟嘅。咁呢個法文咧就講緊大家咧就圍住呢個披薩咧就喺度分餅仔。由左邊數起咧就係代表英國嘅維多利亞女王啦。然後就係德國嘅威廉二世啦，跟住就係沙皇頭先所講嘅尼古拉二世啦。咁然後最右手邊咧就係個武士，就代表日本。咁上面咧仲有個法國，以及咧喺成件事當中非常無辜，咩都做唔到嘅嗰個代表清朝嘅嗰個男子。咁所以當俄國見到呢個德國佔咗便宜之後咧，咁所以咧就即刻派兵咧嚟到旅順大連咧去佔領埋呢兩個港口啦。並且就講咗為咗維持呢一個華北地區嘅和平咧，佢唔能夠冇呢個旅順大連，而且咧仲要喺嗰個附近咧修建呢個南滿鐵路。咁中國啊只好答應啦，所以呢個時間咧，我哋使咗3000萬兩喺1895年贖翻嚟嘅遼東半島咧，再次就落入俄國嘅手上。咁而且俄國最兇險嘅地方係咩咧？佢咧係同你講，佢係你中國唯一嘅朋友，所以佢每一次嘅呢啲外交入邊咧，都係用嗰句係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實。所以之後咧，佢喺我哋中國嘅東北咧，既有呢一個嘅東三省嘅鐵路啦，有南滿鐵路啦，
整個東北三省同埋旅順大連咧都成為咗俄國嘅勢力範圍。咁頭先你講到啦，咁英國咧呢個時間咧就同我哋香港有關啦。1898年嘅時候咧就簽訂咗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咁咧就租借咗咧呢個九龍半島以北同埋深圳河以南嘅新界土地，以及200幾個離島，包括大嶼山在內。咁呢個咧就係英國啦。咁而英國咧亦都係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咧希望攞到長江流域嘅優越嘅使用權。咁所以咧，整個中國最富庶嘅地方，亦都航運最方便嘅地方咧，其實喺呢個瓜分勢力範圍入邊咧，係落入咗英國之手嘅。咁至於法國咧，就頭先講到啦，因為佢擁有咗越南係佢嘅殖民地，所以接壤越南嘅地方，包括廣西啦、廣東啦，以及係呢一個雲南嘅地區咧，都成為咗佢嘅勢力範圍。咁佢亦都租借咗個廣州灣。廣州灣並唔喺廣州啊，廣州灣喺湛江嘅，即係我哋雷州半島嘅位置。咁而日本咧，因為已經佔領咗台灣島啦，所以咧佢要求要租借嘅要求要擁有嘅地方咧，就係福建作為佢嘅勢力範圍。咁仲有一個國家咧係有提出勢力範圍要求嘅，不過我哋冇答應，嗰個係意大利。咁意大利咧就要求租借浙江嘅三門灣，不過咧呢個咧我哋冇答應。咁仲有一個咧喺另一幅勢力範圍圖入邊咧，就有隻鷹嘅，嗰隻鷹代表美國。係啦。咁美國呢個時候點解冇過到嚟嚇喺呢個劃分勢力範圍當中分一杯羹咧？第一個原因咧，因為佢掛住咧同西班牙打仗，咁咧就係爭奪呢個菲律賓。咁所以咧，佢嚟到嘅時候咧已經遲咗啦，所以唯有咧喺其他國家已經劃分勢力範圍嘅時間咧，佢只能夠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即係大家都打開門做生意，等佢咧都可以喺呢一個中國呢個大披薩當中咧分嘅一杯羹。咁所以話咧，呢一切咧其實都係源自於甲午戰爭嘅戰敗而引發嘅一連串嘅反應。所以結論就係敗仗係唔能夠打嘅，一輸咧可能係翻唔到身嘅。好慘喎！俾人隨意瓜分。係啊，呢個弱國咧就唔單止冇外交，連主權都冇埋。好，咁今日咧關於呢個列強劃分勢力範圍嘅故事咧，就講到嚟呢度。如果中意我哋段片嘅話咧，記得點讚啦、留言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撳埋個啷啷。下次再同大家講其他中國歷史啦，拜拜。聽見咗咩？